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6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保障台南市弱势长辈甲幼儿的健康，台南市政府宣布将推出批蛇甲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补助，呼吁符合资格民众唔通放弃权利，保障家己的健康。随着年龄增加，起来是免疫力下降，特别是50岁以上的成人，有可能因为感染水珠康复病毒搁夹起来，引发皮蛇的风险。卫生局表示，因为这款神经痛相当艰苦，甚至要痛几啊冬，加上自费一针大概8000块，对弱势民众是真大负担。所以，伫市长吴韋支持甲议会认同，6号正式宣布将加码补助弱势来注疫苗，加上对保障幼儿避免得到轮状病毒威胁的口服疫苗，嘛一并扩大服务。特别针对这个弱势的这个族群像我们的低收、中低收，那我们65岁以上的这个年长者有免疫不全的，那么由市政府呢来提供这个公费的带状疱疹病毒的一个疫苗。好，那这个疫苗呢，在今年呢，我们会由卫生所来提供施打，所以符合条件的这些对象，卫生所也会主动的来通知。好，那一次是需要打2剂。那另外针对轮状病毒呢，今年开始我们在扩大，对于这个所谓的重大伤病，或者是罕见疾病，或者是免疫力不足的孩子呢，那也可以来免费的口服这个轮状病毒。对此，市长吴韋来到记者会中嘛透露，家己学生时代患着皮蛇的艰苦，呼吁符合资格弱势一定爱来注疫苗。我在
美国念书的时候，就刚好因为准备论文的时候压力很大，睡得没有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写论文写到紧要关头，突然染上带状病疱疹，就是非常非常痛苦那段时间从你看1993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还是很难忘。希望说大家能够去接种有如果可以的，但是对于你知道有时候经济社经地位比较弱势的朋友。他们有时候起早贪晚就是工作特别劳累，压力特别大，所以但是特别负担不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补助。该大新的政策嘛，得到医师工会甲诊所协会相当肯定，大家共同来保障弱势民众的健康。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的小内阁进前一届有4位以及主管出缺。其中，农业局长、秘书处长甲社会局长拢已经陆续上任，到现在只剩文化局长也未找到。现主席就传出局长的人选是某一间大学的女性教授。对此，黄伟泰市长嘛亲嘴证实，预计上紧3月底到任。2024年台南400，我们其实有很重要的精神得一起台南世界交配。去年台南400结束了后，原台南市文化局长谢淑燕转去到成功大学历史系任教。局长的职缺目前由副局长林伟秀代理，因过今年是府城建成300栋，同时阁要协助筹备台南国家美术馆等文化新书。过来艺文甲基层文化界相当关注，大家拢在要是虾米人。前280年的时候，其实台南的民间已经开始在倡议这件事情。针对文化局的人选，台南市长黄伟泰有讲线说，是学界女性比伊较少年，大家就开始点名。其中台南大学教授潘清林、成功大学教授陈玉茹、陈美卿拢互讨论。南艺大文化相关科系的这老师嘛，拢有符合要求。市长已经否定成大了，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成大？文化局长我们当然因为他是从学界来的，所以要通过校务会议来完成借道手续，所以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就会来。台南市文化局长对城市文化发展相当重要，前任局长谢淑燕以及副市长叶铁山，拢有文书素养甲行政经验，因此未来人选引起各界期待甲烦恼。不过答案上紧伫3月底就会出炉。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抗疫21地动以后，台南的复健工作一直持续进行。为了及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市政府整合相关局处，伫个重灾区的南西成立联合服务中心，为地动受灾户提供跨局处的服务。赈灾复原联合服务中心就设立伫咧南西区公所的2楼，包含公务、环保、社会、卫生、民政、都法等局处人员进驻，一礼拜7天无休困，为受灾户提供服务。台南市政府在我们南西区公所设立了赈灾复原联合中心由我们市政府6个局处派专人来这边替我们南西的灾民进行服务。那时间是从今天3月5号到3月20号，那假日也没有休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到4点。欢迎各位乡亲，如果对于这一次灾害有不了解的地方来我们公所这边洽询，我们有专业的承办会跟各位说明。联合服务中心5日上午正式启动后，2点外钟左右就收理了将近30件申请甲咨询。区长何荣昌表示，目前下来危险建筑物防防弹复平已经全部完成，受灾户复建工作可望会当加速推动。目前南西区的复平已经结束了。那灾民最主要关心的就是那个复平之后的一些房屋的修缮的问题，以及红黄单后续的解列的问题，还有房屋租金补贴的问题。那今天上午大约有30余件，那主要的问题都是集中在这一方面。
赈灾复原联合服务中心将会持续到3月20号，假日无休困，即是提供协助。欢迎对后续作业有疑问，或者是无了解乡亲度假利用，市府相关局处的专职人员都会提供详细说明。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安南区面积上大的溪心里有6个公园，其中临安公园经过公民参与所改造的全新特色游戏场，6号正式启用。内面超悬的骨腿有8.9米，成为安南区上悬、全市第2悬的游乐设施。这座安南区上悬对平地算到塔顶有8.9米，嘛是全台市第2悬的出流龙，就诞生伫溪心里的临安公园。6号伫启用仪式进前，先邀请海东国小6年级学生来体验，大家伫讲做刺激甚至可怕，不过阁想要耍第2摆。很可怕，往下来就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就好像看到一个，好像跟着一个龙在下去的感觉。会不会想再玩第2次？会，还蛮想再体验一次刺激感。开始就平平的，然后后来就感觉突然有一种坠楼的感觉。对，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看到大家在外面，感觉还挺好玩的。市府努力地一里至特色公园的建设目标，争取中央经费开700万，将原本老旧的7毫米改头换面，而且经过公民参与所打造的，确实真无共款，嘛应下地方一致的认同。除了有超悬的出流龙，也有半球形的攀爬者等趣味丰富的游乐设施。同时，整个公园佮用力在地沙巴鱼的鱼产意象，透过空中翕相的高度，更看出坡边有乌面腊八造景，水干啊100度。整体看起来美得像一幅画哈。我们所谓地垫的彩绘，我们有包含在地的特色，我们黑面琵鹭。那另外我们看溜滑梯跟我们的休息座椅都有虱目鱼啊哈，这个是代表我们安南区的特色。那除了这样以外呢，我想非常适合我们的3到12岁的小朋友来到这里游玩。为了让全年龄3岁到12岁囡仔拢知影来耍，其中有一条立委陈廷辉甲济议员以及安南区里长差不多拢招到共同来见证。3、2、1，请剪彩！热情的掌声。那从去年113年的8月22日动工到现在完工，那能够提供给周边的社区，甚至安南区其他地方的好朋友，都能够带着小孩来，假日的时候或平日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来度过亲子很快乐的时光。在我们的这整个特色公园当中，未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得更有主题性，然后要做得更有规模性。我想这个我们会跟我们的市长，然后一棒一棒的承接，把台南做得更好。全新的游戏场将成为当地民众甚至去外地游客热门景点。当然，公所提醒以安全为前提，6岁以下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欢迎大小朋友做伙来挑战。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国际扶轮基金会全球奖助金结合赤坎国有社以及韩国3.7項地區的扶輪社，共同關證淡美血管檢測儀甲 AI 眼底攝影檢查儀，予衛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另外，台南高爾夫球俱樂部也關證2台手持式的超音波，要為偏鄉提供完善的醫療照護。今年是衛福部台南病院120周年。在迎接周年慶的同時，台南病院上午嘛迎來國際扶輪基金會，甲啲民間企業俱樂部捐贈多項的醫療儀器，包括動脈血管的檢測儀、甲 AI 眼底攝影的檢查儀器，以及2台手持式的超音波。捐贈這個動脈血管硬化檢測儀，還有
免散瞳的一个眼底镜的一个仪器啊。这个免散瞳的一个眼底仪器的话，是有导入这个 AI 的一个判读，然后所以是相当一个有特色的一个仪器了哈。那这2个仪器哈，都是跟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检查有关系啊。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仪器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得到，就是相当的一个轻巧方便而且检查是非侵犯性的啦哈。卫福部台南病院深金偏乡的巡回医疗，即间得到国际扶轮基金会全球奖助金的计划，除了有赤坎扶轮社，还有台南西区、台南梦时代、台南选择，甲着台北英伦扶轮社，以及韩国3670地区扶轮社的共同响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扶轮社，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为这个偏乡的医疗贡献一份心力。也期待这些仪器在我们的专业的医疗团队使用下，能够帮助更多的偏乡居民守护他们的健康。除了国际扶轮基金会关注，另外地方台南高尔夫俱乐部因为靠近卫福部的新化分院，董事长为了感谢分院对在地医疗的照顾，嘛响应捐赠2台手提式的超音波，希望对着偏乡提供更加完善的医疗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教育局甲府城母护剧团合作办理健康促进视力保健校园巡回宣导活动，已经迈入第5档。乐和伫个新泰国小演出甲闯关活动，拄好是第100场的演出。由市长王伟霆、教育局长陈新辉、甲议员蔡玉辉做伙进行启动仪式。为了让健康议题宣导更加生活化，宣导剧内容以传统艺术偶剧的表演方式，结合民俗信仰题材，透过通俗的故事甲人物为主角，用力传达视力保健观念，甲强化辨识毒品等等的桥段，让学童伫轻松快乐下学习到正确健康知识。而今日的演出也是健康促进视力保健校园巡回宣导的第100场演出活动。很高兴我们今天第100场的视力保健校园巡回宣导，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要保护自己的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千万不要像市长一样还要戴眼镜所以呢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外面美好的世界。那同时呢，我们也要防止滥用药物什么叫防止滥用药物？现在很多外面就是说有些人就跟你讲说这个咖啡包啦，或是这个东西这个糖果很好吃，其实里面是有毒品的。所以陌生人给你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千万不要拿，不要吃，不要用。那如果认识的人给你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也不要拿，不要用最好你拿了，如果真的他给你拿给老师看，老师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老师就会告诉你。所以呢，很希望大家不要有药物滥用的问题，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教育局说明，健康促进视力保健校园宣导活动，自110年起推动至今，已经迈入第5档，已经行过39区100间学校，受益人数超过2万人，所教一处受到师生热烈回响。未来将延伸到家庭、社区，并扩大量力药物滥用防治宣导，持续关心学童视力保健，嘛要让学童远离毒品的威胁。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饲宠物的家庭愈来愈多，台南市为了营造宠物友善环境，观光旅游局今年规划伫个4月12号、13号2天，要伫个虎头埤举办第1届水与绿热狗杯锦标赛。比赛分做冲刺的比赛，也有创意装扮，欢迎民众带着毛小孩前往参加。由市府观光旅游局举办虎头埤水与绿第1届热狗杯锦标赛。将要伫个4月12、13、2天来举行。市府伫个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嘛特别请来2只毛小孩拉拉甲玛莎，穿上热狗的服装，伫个现场举行竞赛。虽然一开始有淡薄无受控制，但伫个主人的叫声中，真紧就走向终点。来靠我，有没有？
欢迎大家来到台湾的第一个水库虎头皮。今年我们又有新活动咯，除了过去的永渡虎头皮之外，今年我们特别举办在4月12、13两天举办第一届热狗杯。热狗杯不是吃热狗，热狗杯是狗狗穿着这个热狗装来做竞速赛，那这是非常非常夯的活动哦。那在虎头皮山光水色，除了风景很好之外，又有举办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像第一届热狗杯500组，限量500组，马上就秒杀了。所以欢迎大家4月12、13日一定要来虎头皮看看小朋友，看看毛小孩，也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到虎头皮各个景点，不管是露营，不管是到这个全林市公园，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都很欢迎，都很棒哦。市府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表示，即届规划2天，主要是要吸引外县市的民众到台南来旅游。今年第一届先以小型犬为主，比赛分冲刺赛甲着创意装扮2组。冲刺赛由着小型犬穿热狗装来竞速比赛。第一档比赛不但唔免报名费，而且前3名还有奖金，各组限量只有500组。想要报名的毛爸毛妈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雄中岛有一间在地人非常推荐的面线，一碗酱和面线加入3种的配料，而且爱食咸的人客讲，一定爱伫面线内面加入店家家己做的番仔酱。因为头家对着餐点的品质相当的讲究，每一项食材拢处理甲非常的清气，好食以外，嘛要互人客食了放心。在清面线放上3种配料：大肠、肉羹还有鱼浆。一碗热腾腾的面线羹已经在中都飘香超过10个年头。看似简单的面线羹，得花上老板非常多的时间，而其中最难处理的配料就是大肠。店家把油脂处理得非常干净，让顾客可以品尝到清爽可口的大肠面线。口感很好，不会油腻。我都吃综合的，它的料都很 OK。我蛮喜欢的，好吃啊，很好吃，尤其是它的那个面线比较细，比较像有的比较粗，而且不会说那么浓稠。大肠我是拢家己去伫迄个人的大肠大卖进口转来吼，就爱阮太太就爱搁加内面的油，等下搁处理一下搁加搁加油内面的油拢加到足清气。所以我的大肠人去食着伊袂惊。所以也看着我的大肠清气，搁高，阮搁过用卤的，所以迄个过程会足麻烦啦。其中最热销的口味就是3种配料都有的综合面线，有许多顾客还会请店家在面线里加入自制的辣椒，让面线多一味。更有客人想特地买老板娘特制的辣椒，喜欢吃辣的顾客可以前来品尝。店家对于餐点的品质都相当讲究，把每一项食材都处理得非常干净，就是希望能让顾客吃得放心。很好吃啊，跟别家不同啊，从他们开幕到现在已经吃很多年了，都一直在这边吃啊。最主要是他们的辣椒酱有特色，外面吃不到的。辣椒跟那个面线跟吃起来就是酸甜，很好吃啊，辣度很够。辣椒是拢阮太太咧炒，就是阮也无讲淋什么，伊咧做足简单，但是做起来的辣椒袂咸，单纯就是只有辣椒落炒安尼尔。阮搁用那个比较好的油来炒。在中都经营超过10个年头，培养出许多的死忠顾客，也因此在价格的部分尽可能不调整，让顾客用亲民的价钱吃到美味的大肠面线。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河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马翔啊，不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终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河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马翔啊，不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有啊。